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一个上班族的心声。伊讲伊一毕业就到一间科技公司来上班，已经上3年啊。伊的薪水为3.3万调到3.75万，也毋过最近公司来一个新员工，起薪就4万块，伊真切心，感觉家己这3年来的努力拢是白了工。啊，一时之间，这个科技公司的薪水嘛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 省会科技中国的台湾半导体企业是真侪出社会的人拢是要引的透露。都一位上班族讲到，大学毕业就伫咧科技公司咧做，伫咧工程部门，当时一个月薪水3.3万，3年过去啊，即马一个月薪水3.75万，敢若调关4.5万，结果最近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一个月薪水竟然做要4万，会真称心累志，怨叹3年来拍拼，缺少一位实习生。 我感觉超不爽的哎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刚毕业就可以领的比我还多？外面一定还有更好的工作嘛，不一定要这边屈就在这里。如果说3年加4.5万，我可能目前会觉得还不错。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只有仅限在半导体产业啦。我们人资要去外面了解一下，现在事业外面行情怎么样了？对，那我们内部的行情有没有跟上？跟不上，那我今年年度调薪的比例可能就要稍微高一些。都真侪人发现半导体工程师即卖台股差不多是伫咧偌济。根据人力银行提供的资料，若是学历伫咧研究所以上，毕业平均底薪是5.3万，年资闹3年到5年超过6万，7年以上平均薪水一个月嘛超过7万4。即马就业市场佮观察到，多算毋是非本科系，有相关知识背景，拢有在调旁这一代文化。拥有化工背景的学生投入到科技业，他们具备蛮多优势。当然，他们在学校里面有很多实验的操作，这样子的一个实务经验。 实验室的安全啊，或者一些公安的意识是比较强的。调查显示，化学相关科系毕业生有要2成拢是要做半导体工程师。另外，亲像制定材料的研发、化学工程师、油管的研发，拢是选项之一。为薪水提高到毕业出路，科技业的会拢会当成大家注目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